观众朋友你好，欢迎收看公视台记台下晡新闻，我是曹欣。27秒来看今仔日的新闻重点。中央银行甲美国财政部发布联合声明，表示双方针对汇率议题达成共识。宜兰所做大水，在政惨中损失上无6亿，电工所设立募款专户，募各界斗3天。中央银行甲美国财政部发布联合声明，表示讲双方针对汇率的议题达成共识，强调无应该操作汇率，敢若伫咧变动过度失去控制时阵呢，才来双向干预。也中央银行强调讲，即摆的声明呢，甲对顶关税谈判无关系。也美国财政部警告，但是毋捌要求咱台湾即个代票爱升起哩，都有汇率专家认为讲这显示台美双方针对汇率的议题有咧沟通，消除市场的疑虑。伫咧社群网站发汇率议题联合声明，中央银行宣布，甲美国财政部就汇率的问题达成2大共识。双方共步发声明，包括无应该操作汇率，避免阻碍国际收支有效调整，摕到无公平的竞争优势，减少汇市影响过度波动或者是变动，爱双向兼顾。虽然没有操纵货币的一个问题，但是你有可能在他认定的这个操纵货币的3个标准里面，有其中2个有达标，现在又在谈所谓的关税，发联合声明，大概是这样的一个背景，不要让大家连接。他想要传达的是有密切沟通，所以希望外界不要对于汇率有太大的疑虑。央行讲，美国财政部从来就无要求新台币承担。长期以来，伫咧美国财政部公布半年度汇率报告进前，拢会甲咱央行进行例行性会议，就总体经济甲汇率政策等问题交换意见。央行强调，是甲美国财政部单独进行汇率变磋商。央行并不是行政院台美经贸工作小组的成员。联合声明甲台美对顶关系谈判无关系。现在美国的态度就是，亚洲的市场的货币呢，几乎都是贬值居多。那这个对于美方的汇率来讲，可能会有一些压力。分析师认为，央行主要是要消除外界疑虑，提升金融汇市的稳定度。要拿外资伫台湾的操作，主要是汇率，过来则是股市。市场也预测后礼拜股市可能袂亲像前一礼拜波动这么大。记者综合报道。立法院昨是三读修正在违法的部分条文，明定讲中央对地方政府一般性补助款，袂当比执政党搁较少。也伫咧计划型补助的这个比率呢，嘛袂当比过去10档共款财力急促的这个县市平均值搁较低。在野党认为讲安尼做会当互各县市扣起来的金额全部放出来，毋过民进党这边是质疑讲，这样恐惊无法度来解决南北无平均的问题，会来扩大城市甲庄脚的差距。修正通过。立法议会14三读修正通过在违法部分条文，明定中央对地方补助款的款额，伫计划型补助的部分比率不当少过过去10年共财力急促县市共类型计划的平均值，无经过地方政府同意，不当随便将之变更。一般性补助不当少过前一年的预算迄个数。预算呢，只要确定以后呢，就不会被行政院任意的删除。那基本上对于地方政府啊，我想我们努力去争取计划型补助。那至于呢几期的财力几期的这个自筹款的比例呢，我们希望也能够比照以前啊。对此，台南市长黄伟哲认为，议员是无解决南北无平均加产业无平衡的问题。讲台南的负担比台北较重，不过摕到的比台北较少，和城乡的差距愈来愈大。另外，三读的条文也精定，中央政府会当针对地方政府施政计划这边效能进行考核，精简一般性补助款，不过爱开地方首长会议决定。就好比学生老师要帮学生打分数，要跟学生来讨论说，这次考试呢，给你80分，给你90分，你满不满意？同样的道理也发生在计划型补助，球员变成了裁判，是为了要矫正中央跟强盗一样随便的乱砍地方的钱，把我们的计划型补助款跟一般补助款让它变得更稳定。对彩画法有没有话要跟卓院长讲呢？行政院长杜英泰伫社群边来讲，在野党再一遍小恶在违法，危害政府施政的稳定性。恐惊和一寡福国利民的政策，包括治水计划、长照3.0，抑个0到6岁国家市这寡政策无法度执行，讲会找宪政救济。
记者综合报道。宜兰首尔做风台落大雨灾情真严重，今嘛阁有瓦山的住户呢是要互土石台咧，都有怪区的业者呢做4天去斗3天，也即便做大水。首尔市区呢未少店头损失是真惨重，了钱了上千万，规个首尔算咧呢损失上无是6亿。今嘛镇公所是设立募款的专户，呼吁各界做爱心。厝有一半拢互土石地掉下，宜兰受雨水灾，市区的路大部分拢清理好啊，有一寡店也开始营业，不过山区有一寡厝的土石也未清煞。怪手伫咧现场继续清，要职工来山区斗3工受灾户清理厝内。伫边即间市都好，拄则经过非洲猪瘟疫情，这么个拄着土石流，都虽然有顺利转移，不过设备拢害了，损失超过上百万。就是设备的部分50-60万然后建物的部分大概在70-80万。最新的 iPhone 17。一挂新的手机啊，拢总浸水啊！有电信业者伫大水来的时阵，一座价值要到200万的手机图啊，互大水流去，14个头车大。不过一挂新的手机啊，拢已经浸水无法度卖，损失真严重。这样子市价大概这样子加一加大概多少钱？如果卖的话，应该是市价大概100多，快200万。灾情也真严重的烟波饭店地下室也阁拢全土沙，地下也阁积层的水也未抽干，业者继续伫咧清。因若大房的人客因车停伫咧地下室雨水，因要安怎赔？饭店讲会请第三方公证单位来评估，财务部也甲保险公司联络，照保险的内容看安怎处理。能够各界来协助我们这个需要这次大淹水的灾民啊。即便所有灾害的损失，镇长以受灾户3200户来算，若是平均一户20万，财产的损失就超过6亿。不过这也无包括公共设施重建的经费，所以镇公所成立募款专户，暂时定1个月，希望大家会当斗3工灾民重建，互所有镇量早恢复以前的情形。记者综合报道。来讲，有2台沙石车对台北有这个工地在建着废弃物，要去到中南部来倒。也伫咧路的呢，驾驶想要变速，怎甲车驶落交流道，渐歇伫咧路边。拄好就互警察寻到这2台车拢无清运的相关证明，这警察呢就随通知环保局到现场来处罚。也环保局当咧调查讲，这个委托业者是谁，也阁有这个废弃物的来源。2台载满废土石的沙石车停伫路边，后壁阁停一台警车。远警查看车道，发现2台沙石车拢载满应建的废弃物，不过2个驾驶无法度提出相关的证明，警方随通知环保局到场。行经县道124甲线1公里处，南查2辆车身误会之砂石专用车，发现货斗上装载废土、废塑胶、砖头、水泥块、钢筋等营建废弃物，且未携带废弃物清运联单。经通报环保局派员到场共同稽查。警方表示，13下晡3点外，头份分局斗平派出所巡逻车经过苗124甲线1公里的所在，发现这2台沙石车临停伫路边，佫占用部分车道，道路车哪查。2台车驾驶甲警方讲，因是接受森林保卫某一个业者的委托，去台北士林区某工地载运废土、红毛土甲铁枝啊，这应建废弃物，再运去中南部。不过其中一个人因为要变速，再先甲车开到头份交流道找变速，叫警方掌掉，未随车携带产生原及处理地点的证明文件，违反了废弃物清理法第9条规定，后续环保局将会各裁处6万元以上30万元以下罚款。苗栗县环保局是讲，因为2车拢无废弃物产生源甲处理地点的证明文件，合理怀疑就是要以违法的方式来处理废弃物。目前已经开始调查委托业者废弃物相关来源，还有运送的目的地。苗栗县政府无定时会针对沙石车较会出入的路段来稽查，今年已经对违法载运废弃物采罚130事件。民众若是发现可疑的沙石车，拢会当向环保局还是警方报案检举。公视新闻采访报道。
中国无受欢迎的，阁有一件军事扩张。中国打造两栖突击舰四川号，这种两栖突击舰呢有飞行甲板，采用电子弹射，会当起降无人机，会当起降战机。昨暗是第一摆来执行海上的测试，也咱的国军是评估讲哦，这种两栖突击舰的威胁呢是比较传统的航舰搁较强，学者就建议国军要加强运用反舰飞弹、水雷来反制。中共新冠印太区域紧张局势，打造动76型两栖突击舰，配备大型开放式飞行甲板。头一只四川号则是头一届进行海上测试，引起一位国家关心。动76两栖攻击舰吨位弹排水量超过4万吨，航程远，有飞行甲板采用电子弹射，会当起降攻击无人机、直升机、潜鹦鹉战机，嘛叫做小航舰。中国官媒央视一直对外宣传四川号的海测，互人解读是中共展现远海打击的能力甲野心。外界研判四川号一定明后年成军服役。那这些新形态的威胁，不管来自于无人机、武装直升机或者部分的定翼机，对台湾来说呢，它构成更大的威胁。在野党也绝对支持购买台湾需要的先进预防性的武器，但是两岸的问题跟地缘政治的安全，更需要更多的善意的沟通跟交流。四川号会当搭载战机、气垫电力艇、无人攻击艇、装甲两栖突击车，快速投射兵力，执行三栖电力作战，强行威胁南海、台湾这个区域国家。国军评估，动76型两栖突击舰对台湾威胁的程度，比传统航舰更加大。两个南方爱安怎反制？学者观察，四川号有舰载机起飞甲落来的效率低弱点。另外，国军买当建立ze沿的阻挡网，加强无对称作战。它未来可能也会学习美军的脚步，把四川舰或是这一种273突击舰，除了去作为航空母舰的替补之外，它也有可能会去对于一些南海国家的岛礁或者是一些海岛的突击，会有更大的威胁。这个反舰飞弹之外，搭配水雷，还有新式的无人机、无人船，可以构成我们自己的这个主角区，防治中共这种3栖战力的进犯。针对美方协助强化台湾自我防卫能力，美艦 F-16、C-132、IDF 这零件引起中国的不满，要求美国停止支持台独势力用武力要独立。国防部15发布查到强机20台，结合强艦6隻繞台，國軍嚴密應控處理。公司新聞採訪報道。来看高雄遮，昨昏伫咧大厝哦，有民众看到一个外国人伫咧路的呢，卖家己做的一个台湾的国旗。警察去查，发现这个外国人呢是罗西亚籍的，也伫咧台湾做的活动呢，无符合签证的规定，所以已经请移民署去处理。也伫咧中华这边哦，有海巡人员发现一对母仔赶保护啊，踮伫咧丰原的一个王者之江桥伫咧行。也海巡人员呢去甲关心，发现讲对方是失联12天的印尼籍移工。这个外国籍查甫人手提有印台湾国旗的旗仔，伫高雄市大树区卖旗仔，互民众讲家己是听众朋友来台湾自助旅行，希望民众开100块买旗仔赞助旅费。每个人都来这样子拿钱的话，也不是很好啊。对。就变成就常态啊，每个外国人啊，这样对他们外面的印象也不好。在我们这边的话，这样做有些人会觉得，像我就觉得一半一半，但是对有些人就会觉得说，现在诈骗那么多，有时候也会觉得说，有时候善心就沦为一种被利用了。这种情形即阵啊真接快，现场看到人烦恼是诈骗，报警处理。警方到场了后，发现这查甫人是俄罗斯籍，摕观光签证来台湾，卖旗的行为违反入出国甲移民法。所以，个人已请移民署高雄市专勤队来处理。外国人在我国停居留期间，不得从事与许可停居留原因不符之活动，并予驱逐出国，依法管制3年到5年，不得来台。伫中华是有失联买12年的移工，被人查到。14中昼，海巡人员伫丰原的王者之江桥发现一对母女载行李，真好奇查问，发现妈妈是印尼籍移工，不过已经失联4375天。边的查某囝今年6岁，由妈妈家己一个请养。2个人大包小包在这里啊。移民署台中专勤队讲，查某囡仔的爸爸同款是失联移工，人伫高雄收容，目前先安置母女，后续会协助2个人办理回国手续。公司新闻采访报道。
亚南投的青年发展所这个拜六礼拜呢是办南投青年开讲节的成果活动，就是要透过展览、透过讲座来交流，展现南投的青年多元的创意甲行动力，要来鼓励少年人转来到南投发展。我觉得这个常常会出现在我们现在这个时代。创业失败当暗墙，面顶挂着各种创业者在创业过程中的心声。南投青年开讲节活动展示南投青年的创意甲创业的故事。亲像青年参与志愿服务计划得奖的团队，有一组是由在地大学生组成，利用学到的物件为社区规划专属的防灾甲逃生的 SOP。他们可能就认为说，要去避难的时候，应该要再带很多不一样的东西。但是透过我们和他们互动之后，还有居民之间，他们就是互相的去交流一下，去避难的时候要带什么样的东西。南投县青年发展所成立82年，活动除了展示成果，也邀请10多年前甲南投德山的老厝改装做民宿，而且推萨地方创新正成功的后辈君来演讲。以爱即卖少年免要意别人的眼光，找家己喜欢的物件去投入，然后坚持落去。好好了解家己要做啥物代志，慢慢甲地方好好来参详，想看家己要做的代志要安怎进行。我感觉即马对政府甲民间有足侪资源，会使来甲大家斗相共。大部分的青年朋友回到这个地方发展，或是在做创业的事情的时候，都需要身兼数职，也要身兼非常多的技能吼。那斜杠才有办法在这个环境下，这个激烈环境下做一个生存。南投县青发所表示，未来继续整合中央甲地方的资源，推动青年就业、创业、社会参与，也会开发少年人喜意的活动，亲像音乐会。并且创造偌侪国际交流的机会，希望吸引偌侪青年回来南投。记者邢平仪南投报道。今年7月，丹那市风台是升腾规个南部数万的太阳能板大受损害，也气电共生的这个政策呢，就引起议论。面对极端气候，台湾历练这条路要安怎行？台语台新春内网下暗7点半来看风灾当中台湾供电的困境。这厝顶挂，这掀起啊，往这边看，你啊看这就规个拢无去啊。这是已经有经过整理啊，厝顶挂也唔知是新感啊，规个拢歹去啊。丹那市风台严重损长南部的城市，侪供电板嘛伫咧透风的情形之下，真侪拢扫甲歹去。面对极端气候，豆真做伤害。用事业只好家己调整防灾的观念，对政府落措推动的绿能政策，加减有一寡疑虑。伊个极端气候部分，我感觉啦，我讲首先啦，应该是加即个太阳能板吼，恁有看新闻嘛吼，伊个拢就是固定无好啦，歪条啊、歪起的啦。吼，我讲首先是因为咱迄阵无法规嘛吼，但是咱即摆已经发生这代志，我感觉即个法规是毋是应该爱对咧加强？太阳能板歹去，嘛带来环境污染的疑虑。环团真侪届质疑供电设施的安全，甲回收的措施敢是有周知，建的所在敢是有合理，像是渔民的收入嘛受到冲击，政策并无真正落实。你若破去了后要安怎？你敢真正穿会去？阮都看迄制洪池啦吼，也是讲迄气温啊，阮就烦恼的呢。迄玻璃啊碎去内底，你若插到要安怎？系啊，搁一寡迄垃圾物件，咱唔知。可能对咱生态环境的饮水安全嘛有疑虑啦。像我们这边光电板发的电，我这发的电就是拢伫现场使用啦。伫高雄弥陀回乡的青年张普仁，伫地方创新的咖啡厅使用太阳能。不过伊强调讲，绿能政策的理念虽然是好，若执行的时阵无要意地方的需求，原地规划渔电共生，嘛会变做无意义。即马天公伯发变面就变面所以其实那以安尼观察起来，其实路上型的不见得是一件无好的代志，但是路上型伊的插起来设计其实我感觉伊有伊改善的空间啦。风台内毋但甲太阳能板吹歹去，嘛考验政策的规划敢是有周知。极端气候已经真做常态，台湾绿能的这条路，还阁需要更较侪修正甲沟通，才会当真正行向未来。记者吴德庆、叶家军综合报道。
53年中至47档内是将会对文学、对艺术有贡献、疼惜台湾的人，到今年已经表扬163个创作者。今年呢，有4个得奖者伫昨来颁奖，文学奖得主有诗人郑景明，小说家杨湘子，也艺术奖是颁予导演陈丽桂甲艺术家杨林峰。为着要鼓励伫台湾文学和艺术有杰出贡献的人，53年奖办到今年已经第44届。今年拢总有4位得奖人，文学奖其中一位得奖者是诗人郑景明医生。伊的作品关怀社会苦难，充满对专制的批判。伊创办文学杂志，嘛伫1996年成立文学台湾基金会，推动台湾文学的发展。我是一个手拿解剖刀的诗人，一边寻找爱的语言，一边把刀刺向龌龊的现实的齿部，让化脓的血水流出，净化。这是我作为一个诗人的宿命。文学奖另外一位得奖者是小说家杨湘子，伊将在结合女性正义和台湾史来书写殖民制度下底性别族群和身份认同的议题。伊希望继续透过文学建立台湾认同。文学关怀，也就是相对边缘位置的性别、性倾向、阶级、族群等等权力位阶的议题。而我希望透过这样的书写，可以使台湾文学成为稳固台湾认同的一条路径。原来艺术奖是颁予导演陈丽桂和艺术家杨仁峰。陈丽桂拍纪录片上无30部，伊关注环保运动和女性意识，嘛反映后市民的反抗精神。伊把纪录片当作参与社会运动的方式。陈秋美老师伊捌安尼形容欧里桑，伊讲一个人的一生会当坚持一个信念，一直到96岁，这就是一种的美。我嘛希望我未来的人生会当有出现这款的美感。艺术奖另外一位得奖者杨仁峰，长期投入公共艺术，作品对平面的图到立体的雕刻拢有，也佫有充满互动体验的动力机械。伊虽然笑讲家己是一个拍铁仔，也毋过伊也强调艺文也是台湾灵魂的一部分。有人讲文化工作者就像要饭的啦吼，咱若是台湾以这个食饱饭吼。做这个咱过日子的标准吼，安尼台湾的文化无可能有灵魂啦。53年奖基金会肯定这4位得奖者，毋但9年来坚持创作，也有疼惜台湾的心。记者卢尚如、郑俊友台北报道。观众朋友来看下半部的天气。北部地区22度至26度。中部地区22度至29度，南部地区24度至30度，东部这边22度至27度，外岛地区19度至24度。感谢观众朋友收看今日下晡新闻，明仔载同一时间再会。